为着商标小南门甲小南门相对写。伫台北市延平北路开70多年的小南门福州傻瓜大面，甲小南门豆花总公司，拢是甲这个小南门建物的外观当作是商标。两间的商标是真相共，这是互傻瓜大面食不满。讲安尼消费者真的混唔对去，就去告。即摆判决的结果出来了，早伫1995年就去注册的傻瓜大面胜诉。小南门豆花的总公司必须要赔偿127万，而且这个商标袂当阁继续使用了。这是小南门干面，这是小南门豆花，两个商标，您觉得像吗？觉得都是小南门啊。这是中国古典屋顶的样式啊，到处都有啊。两个商标是不是有成在人看，但是已经沿用70多年的小南门福州傻瓜大面，认为讲因1995年注册旧城门的商标，甲小南门豆花同款是以建物做外观的商标，相过类似，互消费者分不清楚，告侵权要求赔偿6948万。当客人去的时候，他会误以为是说我们两家是一样的。原本两个商标，一个卖面，一个卖豆花，相安无事。但是近年来，小南门豆花部分的商店卖面甲点心，才会互卖面提告。智慧财产局认为双方商标伫整体概念则读音真共，认定小南门豆花侵权必须要赔偿127万，而且袂当阁继续使用商标。面食类还是在由原告这边来使用，那豆花类是被告这边使用，这样当然也是没有问题。若是小南门豆花所属的小南门食品公司，业者表示案件也在上诉中，无愿意表达意见，只是一个旧城门用来卖食的，打出名号，小南门告小南门嘛，正做一大话题。